又係一個返工嘅日子啊！我望個天，今日嘅天氣唔係咁理想，要擔遮，就好似我份工咁。今日係我最後一次企呢間鋪，因為好快佢就會轉俾另外一間公司做啦。每日都係搭住同樣嘅地鐵。地鐵上面冇人會關心周圍嘅人，各有各趕住去返自己嘅工。好多日冇同大家見面啦，因為我足足病咗1個禮拜。今日聽我把聲係咪比上一條片好啲呢？仲有我呢個新丁 YouTuber， 仲有好多嘢要慢慢摸索，例如我拍呢條片用嘅 Insta 360 X4， 仲有 Adobe Premiere Pro。遲下會再出一條片，講下呢部 Insta 360 X4。呢位外地嘅朋友，佢碰到嗰塊屏風嘅腳，睇嚟佢關心屏風嘅腳有冇爛，多過關心自己有冇受傷。趌下咁走咗。返工前去廁所係例行公事，開工之前2期個靚廁所係未開嘅，去一條比較少啲人去同埋比較乾淨企理嘅廁所。返嘅係利苑2期，之前都喺呢度拍過一集打工仔周圍望，不過今次係用360相機嚟拍，希望為大家帶嚟更多同埋更立體嘅內容。我就比較喜歡行商場裏面嘅通道同埋扶手電梯，因為外面係行斜路，同埋2期經常都係朝頭早檢查扶手電梯。開鋪之後，去廁所就可以選擇3樓嗰個比較乾淨企理嘅廁所，同樣都係搭 lift 係快過扶手電梯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望咗幾十次隻錶都未夠鐘食飯。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喺呢間買2餸飯。今日食乜嘢好呢？今日食煎蛋，係要椰菜花嗰度，係煎蛋。就煲個冇啦，我再加啲蒜。金餸420。好，唔該晒，thank you。比較貴啲。唔該晒，thank you。做咩啊？多謝。食完個飯又去一去廁所，真係失敗。第一次用呢部全景相機，未曾放工已經冇電，拍唔到收工嗰幾個鏡頭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